面目大一叫面包客长能客长，方面话很有名的当中能客长方面话，也是许多宁波行海螺港宁九来宁波，来宁波。梅波威海州长南港，买酒零九来宁波，梅波威海州。威海州，长南，港买酒，买酒。买酒，你们为什么讲的有饼子呢？09就来宁波，梅波威海州，长南港买酒，宁波就来就是问 ask 回，他就问他们，问宁波梅波威海州为什么？威海州为什么写这个调呢？有个人说什么调？威海州长南就是商量港，买酒，就是不有酒饼子，长南09来宁波。梅波威海州长南港买酒，你们为什么讲没有饼子呢？要煮酒，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，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。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。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